民众家己来看这个南部高雄风景区，看偌济人，因为这个高雄风景区有真侪游客，伫昨是高雄轻轨坐免钱的上尾一天，所以讲真侪乡亲就关于坐轻轨，去呢去踅一寡所在，看一寡风景。伫普子码头附近的车头人上济，这个运量比去年同期加成长真侪，加真侪人。袂少地方好食米，地方的美食嘛拢排真侪人，大排咧要食物件，像嘉义一间出名的番麦蛋呢，这个头家传的了。传甲无够味，也有出名的砂锅鱼头店，排列的民众从咧店面时呢，拢口，袂输是你硬老人。店门口排队的人真多，规条街拢是人。嘉义出名的砂锅鱼头，民众为着要食美食，排队来抽号码牌。若是要伫店内食，甚至要等2-3点钟。要等较正常，可能要3点钟啦。没吃过，来排看看。要排多久？快要1个半小时了。同款是嘉义的人气美食，航价顶台番麦真芳，店员拢无时间通休困。外地游客全部拢来买番麦，店家准备的料嘛早就卖了了。因为网络上看到风评不错，我们就来这边买试试看。对啊，因为跑很远啊，特地来的呢。大港桥顶规个拢是游客，因为只要坐轻轨就会到，而且日白是会使免钱来坐轻轨的上尾一天。应该算满车厢了吧？真侪人无法度上车，就要等后一班。民众来高雄省坐轻轨、踅景点，普子地区和大港桥拢是热门景区。第一次坐。觉得我们高雄怎样？很棒。轻轨会使免钱来坐犹太，加上国民旅游的人增加，嘛，互高雄坐运和轻轨伫今年228连假的运量增加真侪。